因若讲到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区已经要2个月啊，国际救援组织是无法度甲这救援的物资送入去，人民嘛强要无物件通好食。另外，以色列是阁继续轰炸黎巴嫩。以色列讲，即个目标是要甲真主党的飞弹甲崩掉。虽然是无人受伤，不过附近的居民是感觉真惊吓。老板发出爆炸声音随后，就庆祝乌烟。以色列第27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出疏散警告，1点钟了后，就到3粒炸弹，接着贝鲁特郊外一栋建筑，好佳在无传出伤亡，火势也真紧拍花。只不过，这寡无定期发生的轰炸，让居民是心惊胆寒。أنا هون بعيد 50 متر عن ضرب. أنت من سكان المنطقة. هاي تاني مرة بنظهر من البيت مع عيالنا مع أولادنا. يعني شغلة ما بقى تنحمل. في خيار واحد يا الرد يا شو وقت نعمله كدولة. 以色列表示，这摆轰炸击着的目标，准防真主党的精准打击飞弹，才会发动攻击。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破坏区域的安全和稳定。以色列伫去年11月，甲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不过这份协议真脆弱。以色列军队犹原继续伫黎巴嫩边界附近活动，佮不时对真主党发动攻击。以色列另外一个战场加沙是为3月初就面临封锁危机，人道物资一直无法度进入，到达已经活60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顶礼拜表示，因已经发出最后一批军粮，即马各地拢传出食物供应不足的消息，真侪服务难民营的厨房已经被迫停止。انت تتفرج على الناس كيف على التكيات تتفرج على التكيات كيف الوضع يعني الناس صارت تدبح بعض والاكل حتى بطل يكفيهم يعني يوم الدكيه تفتح و10 بتسكر يعني مش صح هذا العمليه اللي بتصير الشعب يعني ضاع يعني كفي حرام حسوا بالشعب يعني لو اكتش هذا بده يضل الوضع بده يضل زي هيك يعني 居民表示，物资当咧一项强要用了，目前只剩豆仔甲白米也真紧会放食了。伫这个同时，掌握驻地政府权力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现人事变化。入面有史以来第一位副主席，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主席阿巴斯交接铺路。阿巴斯自从2005年接任主席以来，伊甲哈马斯爆发内战为理由，一直以看守政府身份接握权力，无举行过选举，所以受到批评。新任副主席谢赫是阿巴斯主席幕僚，甲以色列谈判经验丰富，那未来真正进行权力交接，新领袖敢是有机会为以哈强国带来新的可能，受到各界注意。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